屬羊嘅朋友，咁今年你哋係犯太歲㗎，咁亦都因為犯太歲嘅年份啦，咁所以心情嗰方面咧可能會差少少，情緒起伏會比較大一啲，容易唔開心嘅。另外都需要注意身邊容易出現一啲是非小人，咁所以要注意翻下人際關係㗎。咁亦都因為犯太歲關係啦，咁所以今年咧就會建議你哋咧隨遇而安嘅，咁啊順勢而行，咁隨機應變啦。咁至於財運嗰方面咧，其實今年都應該唔差㗎。屬羊嘅朋友，今年空星嗰方面咧有劍鋒星嘅，咁呢粒星咧代表住容易應損傷意外，亦都需要注意外出旅遊嘅時候個人嘅安全噶。咁至於伏屍啦，伏屍呢粒星咧代表咗對每一件事都失去動力，又或者會有失去方向感嘅感覺噶，咁造成咗心情忐忑不安啦。咁至於華蓋呢粒星啦，代表咗咧憂鬱啦、孤單嘅感覺，亦都會影響咗個人嘅感情同人際關係方面嘅表現嘅。另外，屬羊嘅朋友需要注意翻下農曆9月、11月同埋12月呢3個月份咧個運程會比較反覆一啲㗎。針對個人情緒問題，提升個人嘅積極情緒，甚至乎提升個人嘅人緣運勢，亦都包括咗桃花運啦。咁其實咧就可以喺2月4號立春日之後嘅1年之內咧，喺屋企嘅正東方，咁就擺放一個金屬製嘅花樽嘅，咁個形態就當然係要以自己中意為主啦。而且咧就注入2/3嘅清水，咁要注意喎，啲清水咧係需要定期更換噶，咁以保持水質嘅清潔噶。要提升個人嘅健康運，可以喺2月4號立春日之後嘅1年之內，喺屋企嘅東南方位擺放一個銅製嘅葫蘆擺設，又或者係擺放一個圓形嘅金屬座台中。另外亦都需要避免喺呢一個方位之內咧擺放綠色、青色、紅色顏色鮮豔嘅嘢，尤其是係尖形嘅物體啦，咁都係唔好噶，咁啊以免去刺激病星嘅影響噶。